后来乡亲啊，中华社头昨日落一场的大雨，落机帮车，找出着4个大凹坑，附近的住户40-50户是正惊这个落机会继续放。大雨带落水冲入社区的路面，有民众用冻水帮你加度，惊讲性命财产受到危害。12中华边大雨，路面拢淹水，大水提起了，社头乡民众发现讲，社区边的疏洪道出现一个真大的坑。会害怕，那个水太大，就是那个电都下线了。这座冻土墙是用来保护社区的安全，也过住户有缘的烦恼敢会放弃。台风或好大的来吼，整个住户垮下来，40-50户一定拢生命危险。其中一坑已经灌浆啊，挖社区挖坑疏洪道，也有挖市区可处理的排水沟，拢出现真大的坑。疏洪道先用阿毛土补排水沟路面坑较大坑，再搁吊沙包或是太空包，暂时来吞。排水沟边的路，这个坑差不多一层楼啊深，迄下流落去就未滴啦。所以讲，县政府伫施工前先用交通水甲黄色警戒线，避免人甲车入去。因为坑洞太大，那水流双起无法用混凝土修补，先用太空包跟沙包去修补这个坑洞，避免灾害扩大。就是讲，会阁帮县政府的骹手都爱较紧的，是讲便若落雨就淹水，就可能面临路面有一坑一坑的事故。在地人问讲，政府唔通干那补这个坑，爱好好整治上游的水土保持，彻底解决问题。因为讲大水冲入市区道路，唔但影响交通，还会危害因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